今仔日要甲大家讲阿雪拉公主的故事。阿雪拉公主，你先甲伊小解一下。小介绍，就是伊是一个囡仔古啊，伊是生得足水是哦。系啊，伊就是生着，就是一个白泡泡幼绵绵的公主啊。嘿，白泡泡幼绵绵，毋过伊妈妈生伊了后就过身啊，所以伊有一个后母。因后母就是拢要抢做全世界上水的查某人，伊拢要安怎知啥人上水啊？伊就去问一面镜啊。哦，迄个镜内底有带魔神仔神。可能是啦。来，伊就拢会问迄个镜讲，啥是全世界上水的查某人啊？迄面镜就拢讲是阿雪公主啊。嘿。因后母就会做怨妒啊。嘿。总想尽办法要甲好死一款。对。就是听讲，就是派一个拍蜡的人，甲这个还佫足细汉的阿雪拉公主带去树林，叫伊甲刣互死。是啊。嘿，讲因为惊伊无刣着无，讲爱甲伊的戏甲肝摕转来，互我看做干净安尼。哪恐怖？就是安尼，你毋知影迄故事拢足惨的，恁迄好姑婆嘛是足惨的啊。好姑婆是食你个土豆，迄听起来袂足好惨啊。嘿，就是结果迄个拍蜡的毋甘甲刣，阵迄刣山猪仔摕去甲肝转去交代。迄等去准就对。对。阿雪拉公主阵伫树林内底拄着7个细汉人。听啥啊？细汉人啊。哦，凊彩啦。好，甲因带做伙。结果因后母就搁去问镜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啥物代志啊？就是搁去问迄面镜讲。像是全世界上水的查某人。结果咧？迄面镜同款嘛是搁讲阿雪拉公主啊。阵仔咧？阵仔因迄个后母就起向。起向。就讲爱规个解决起来好啊。结果蛋发。阵仔真做另外一个人。赶苹果去树林找伊，嘿，要甲偷。结果找着了后，就摕一粒苹果，互伊食。结果声讲叫阿雪拉公主甲苹果食落。结果阿雪拉公主咬一喙了后，就喷喷死死去啦。因为迄苹果伤好食。伤毒啊。因为苹果有毒，就混死死去。这7个细汉人啊，出去做事转来看着阿雪拉公主。阵仔足艰苦，因为因拢足介意伊。因拢吵到流血啊？嘿，拢叫杀着，无想着讲转来已经死去啊。袂赴讲啥人通好抢伊做某，阵仔甲伊的尸体下伫一区，迄玻璃棺材内底。嘿。来，你创啥？来就是要目光出去看倒位，要光去种啊。做啥？嘿。结果出去的时阵，阵仔原底故事讲，嘿，拄着一个王主。嘿啊。因迄王主就讲，这棺材内底这个公主足水啊，我想要爱。嘿，其实想起嘛足奇怪，这个王主可能有迄种乱死癖。乱死癖就是嘿，看到时阵足水。我也知人原底故事就安尼写，无你讲迄迪士尼的版本，呵。迪士尼的版本敢是就去甲王主讲，阿雪公主昏死死去啊，叫王主来斗相共啊，是斗相共啥？王主就甲亲一个。嘿，结果咧？阿雪拉就种精神起来。嘿，可能是王主拢无洗喙。嘿，喙迄袂输迄臭汗，一个针怎啊臭一个。无法度搁假困。人讲假困的人叫袂精神的。安尼阿雪拉公主应该毋是假困，伊是有影真正困去困加多啊。好，看的就是原底版本是讲因迄光迄玻璃棺材，结果去惊着蠓仔骹，毋是惊着细汉人的骹，阵啊跋着，阵啊玻璃棺材害一个，迄阿雪拉公主喙里甲迄个毒苹果阵啊流出来。所以种精神啊。精神了后，王主就无爱，因为王主爱的是尸体啊。是啊。无，我嘛毋知影，反正就是阿雪拉公主精神了后，王主嘛是爱。王主毋但爱尸体嘛爱我的。嘛可能是要甲带转去，才搁甲刣死。好，看的就是安尼，这就是阿雪拉公主的故事，多谢大家收听，再会。